继续嘛是过来看基隆第二线调景公园这载的房山，公路局已经提早伫咧下晡拍通，过来会继续针对山壁做稳固工程，嘛会安排工程人员继续监看，会当防止意外搁再发生。 工作人员将封锁线铁路车站下昼2点一到，未少车陆续驶至原本的管制区，慢慢啊往调景公园驶去。这是基隆市北宁路第2线70公里的所在，车衫下昼无有警线帮，造成2位民众受伤，甲双向道路受阻碍。经过公路局甲基隆市政府联谊的抢修，伫车站下昼2点提前正式通车。 主要是把上面的围石全部刷坡刷下来，我们也用混凝土方块来做3层的堆叠，来进行一个防护。因为这件意外达到大约1500平方公尺，原本青零零的山壁即马凸一大堆。公路局伫瓦山坡路边放南马空格，佮设置6公尺的缓冲区，也安排人力监看，以防万一。不过民众也是有淡薄烦恼。 那我的石头断掉了，应该还会再下来。没有树木挡住，其实有点担心呐。清理土石的状况，进度很顺利哈。下午2点，我们就会先开放通行。这边的速限也要维持这个25公里时速的速限。超过51年假期会当免叫做小李的4块尾摊商店头，是5万通车了后会当重新带来上机。可能到下个礼拜应该会好一点。对啊，刚通车有些不大敢进来。平常日本来就人比较少，可能要礼拜天啊、假日啊。 基隆市府也提出调景海湾在等多项进行方案，要来减少店家因为突发事件所带来的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